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请小朋友把茶水端给妈妈喝。亲爱的妈妈，献上这一杯福源茶，祝福你身体健康，福慧圆满。小朋友平常在家有没有帮妈妈端茶水啊？有哦。好，如果妈妈已经喝完了，帮妈妈收杯子，帮妈妈把杯子收起来，然后交给服务人员。服务人员会给你护手霜，把它拿起来，打开盖子。等一下我们要帮妈妈擦护手霜哦。妈妈平常摸你的细嫩的小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妈妈的脸、妈妈的手粗粗的？那现在就要赶快帮妈妈敷护手霜哦。行感恩礼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，为妈妈的手温柔的敷上护手霜，感谢妈妈平日为我们的付出。小朋友，把那个护手霜挤到妈妈的手上，不要挤太多哦。好，然后帮妈妈按摩一下，就像妈妈平常在帮你按摩一样。给妈妈抓拢一下，让妈妈舒服一点。妈妈的手平常是不是要准备你的早餐，要洗你的衣服，还要整理你的房间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妈妈好辛苦哦，妈妈的手工作操劳，皮肤干燥或者是难解嘛。妈妈的手本来是跟你们一样细嫩的哦，可是因为当妈妈之后，所以要做了很多家事，才会变得粗粗的哦。所以看你有没有想办法按摩，帮妈妈敷护手霜，帮妈妈按摩，让妈妈的手恢复的跟你一样细致。看一下，摸一下，现在妈妈的手有没有跟你一样那么柔软，那么细致啊？妈妈们看你眼前的子女还这么小，就懂得要体贴你、尽孝道，是不是要给他加油勉励一下啊？好，现在子女请起立，我们将护手霜交给工作人员。好，交给工作人员，然后拿起一盒护手霜的礼物。等一下，这盒礼物就是要送给妈妈的哦。好，我们轻轻的牵起妈妈的手，请妈妈站起来，也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抱一下，用力的抱一下。